常韩国瑜主打经济，首要就是拼观光。继综艺天王吴宗宪答应担任5月观光大使后，靠铁狮玉玲珑爆红的资深艺人彭恰恰跟许孝顺，今22日上午也答应府邀请，出任9月观光大使。韩国瑜上任后积极推动观光，除了原先计划的1月邀请资深艺人白冰冰担任观光大使，2、3月分别是资深媒体人陈文茜及名作家琼瑶。吴宗宪日前也已预告担任5月代言人，今日再有彭恰恰跟许孝顺接下9月代言人。对此，彭恰恰与许孝顺今日受访时表示，能担任高雄观光大使是种光荣，做公益已经做了30年，哪个地方需要他们带来欢乐的气氛，他们都愿意去，也希望大家看到他们就能开开心心，只要愿意，他们都愿意一起付出，让大家开心。